校長、副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同學早晨，我係 2A 班嘅方英輝，今日又嚟到我哋校園電視台早會嘅直播，首先俾我哋而家有安靜嘅時間，以祈禱開始今日嘅早會，將時間交俾樂道中學校牧周鳳明傳道，小鳳姑娘為我哋祈禱。黃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早晨，我哋一齊同心嘅祈禱。差天父，感謝你，讓到我哋返到嚟樂道中學嘅當中，我哋可以彼此嘅學習，彼此嘅成長。求主你繼續帶領我哋喺學校裏邊嘅生活。主求你咧都繼續祝福中六嘅同學，知道佢哋咧喺第一次嘅學期考試嘅裏邊，求主你賜下平安，讓到佢哋咧有足夠嘅信心能力，可以咧去應付佢哋第一次嘅考試。求主你都讓佢哋有好嘅心態，可以咧讓到佢哋去迎接 DSE 嘅時候有好嘅準備。求主你咧繼續拖帶，我哋咧都將今日會去學生領袖訓練營嘅同學交在你手裏，之後老師同同學都會去到營會裏邊有唔同嘅活動。求主你保守佢哋喺領袖嘅訓練嘅裏邊，能夠提升咧佢哋領袖嘅品格。亦都咧好好咧提升佢哋咧喺溝通喺解難嘅能力。主求你咧繼續拖帶，讓到我哋樂道中學有更多嘅領袖嘅學生可以興起。求主你繼續嘅帶領，感謝你，奉主名求，阿門。唔該晒小鳳姑娘，今日我哋好開心有陳樂生老師同陳子生老師同我哋分享，將時間交俾兩位老師。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大家早晨啊！我係陳樂生老師，喺我身邊嘅係陳子湘老師。我哋咧好高興咧有個機會咧同大家做一個早會分享，係宗教嘅早會分享。咁我哋今日嘅主題咧係喺培靈會裏面咧揾到盼望喎。Miss Chan，我想問咩叫做培靈會咧？我相信咧好多同學咧可能都未必聽過乜嘢係培靈會，因為咧其實可能好多教會咧都未必會有舉辦培靈會嘅。咁培靈會咧其實就係一個俾信徒參加嘅一個特別聚會啦。佢咧主要咧想去到栽培啦，同埋造就信徒咧佢哋靈命成長嘅靈命嘅成長嘅。咁咧希望透過培靈會啦，可以令到信徒啦同埋神嘅關係可以更加親近。咁對一啲咧好渴望同神嘅關係可以更加親密嘅信徒咧，佢哋咧就會去參加啦。咁咧培靈會咧一般咧都會圍繞住一個主題嘅。咁同埋佢其實同一般嘅聚會啦都有啲相似嘅。咁佢首先咧會有敬拜先啦，跟住就會有講道分享。咁到最後咧就會有祈禱呼召。咁祈禱呼召咧其實即係指一啲嘅牧者啦，會去到為到信徒去到祈禱嘅。我知道咧，你近排咧去咗一個培靈會喎，你可唔可以分享下你做咗啲乜嘢，同埋你喺個培靈會嘅感受係點樣啊？咁咧，其實就係我上個星期啦，就參加咗一個由神召會舉辦嘅培靈會啦。咁呢個咧係佢哋每一年一度咧都會有一個盛大嘅培靈會嘅。咁今年嘅主題咧就係燃點恩膏新世代。咁主要咧其實係要圍繞住去到燃點信徒對信仰嘅熱誠啦，同埋咧想為年輕人去到禱告嘅。佢哋咧今次咧都邀請咗玻璃海樂團咧嚟到主領呢個嘅敬拜，同埋咧都邀請咗嚟自馬來西亞嘅牧師啦去到主持呢個講道。咁咧成個敬拜咧其實都好正嘅，因為咧啲音樂啦、啲樂團啦都好犀利啦，所以咧都好觸動到咧成個會場嘅。哇！我都想去嗰度添。咁你可唔可以咧分享下咧呢個培靈會其實分享咗啲咩信息，或者帶出咗啲咩信息俾你咧？咁頭先都講到啦，主題嗰度其實有一個新世代咧，其實就係想指年輕人同埋一啲學生嘅。咁最後咧，牧師咧去到邀請所有嘅年輕人同埋同學咧，去到企起身為佢哋禱告咧，係最觸動到我嘅。咁因為咧，佢都對一班嘅學生啦講咗一段嘅說話。咁咧，佢就話學生啦同埋年輕人咧都係未來嘅希望嚟嘅。咁咧，你哋咧一定要有信心，對自己咧
咧要有自信。你哋可能咧覺得冇可能嘅，但係咧喺神咧係會賜力量啦去支持我哋嘅。咁我哋嘅盼望咧係要在於神。當你覺得冇可能嘅時候，或者咧我哋覺得手足無措嘅時候咧，其實咧好多時可以咧去到透過祈禱咧依靠神嘅。有時咧我哋未必得到即時嘅回應咧，可能有啲失落嘅喎。咁但係咧神咧話俾我哋知咧，只要我哋全心去信靠佢嘅時候，佢係一個有盼望嘅神，冇嘢咧係冇可能嘅，令到咧我哋每一個咧都可以對未來咧更有盼望。Amen。我中意嗰句咧就係年輕人同埋學生咧都係未來嘅盼望同埋希望啊！盼望係啲咩嚟嘅咧？咁我哋陣間會再講下啦。咁 Michelle 我都知道你帶咗首詩歌咧，係俾咁多位同學嘅喎，你可唔可以介紹下呢首詩歌啊？係咁，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嘅詩歌咧就叫做在你沒有難成的事。咁我哋咧其實就係指神啦，所以咧我哋藉住喺神嘅裏面去到有盼望咧，其實冇嘢係做唔到嘅喎。咁不如我哋而家就一齊嚟聽下呢首詩歌先啦。好吧，讓我們在這個時刻，讓我們一起把我們生命當中所有一切的重擔，全部都交託在神的寶座面前。因為神說，在他裡面沒有難成的事。讓我們一起用這首詩歌來敬拜我們的神。你是我喜悅，是我力量，當我敬拜你，哦主，你是我盼望，是我幫助，唯有你，我的天父，我渴慕你能力彰顯在我生命，在你從沒有難成的事，在你裡面凡事都有可能，耶穌，在你從沒有難成的事，因為我全心信靠你，我的主。首詩歌咧裏面講凡事都有可能，但係唔係根據我哋自己有幾咁強大，係根據我哋嘅耶穌有幾咁強大。喺耶穌裏面凡事都有可能，我哋只要全心信靠主，我哋喺耶穌喺神裏面都沒有難成的事㗎喎。係啊，冇錯啊。咁所以咧，今日咧都帶咗一段經文啦，想送俾大家嘅。咁經文就記載喺羅馬書15章13節。咁經文講到咧就係願賜盼望的神，因你們的信把各樣的喜樂、平安充滿你們的心，使你們藉着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。咁咧，祝願咧我哋每一個啦，同埋每一個同學咧，都可以靠住呢個有盼望嘅神咧，去到得着力量，同埋咧，我哋都要有盼望。我哋又成日都講盼望，其實盼望係啲咩嚟嘅咧？咁原來咧喺羅馬書另一個位置5章嘅地方咧，咁都有一句經文咧去講盼望嘅喎。佢話喺患難中都要歡歡喜喜的，因為知道咧患難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練，老練生盼望，盼望不至於羞恥，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，將神所愛嘅愛咧澆灌喺我哋心裏面。呢個喺羅馬書5章3至到5節。我覺得呢段經文咧係好觸動到我啦，同埋係成日都對我好多鼓勵咁樣嘅。因為喺我嘅公開考試放榜嘅時候咧，咁我就我個成績未如理想啦。咁我咁啱嗰一日咧就係讀到呢段經文。咁呢段經文咧一直咧就陪伴到我到而家。咁我都係好多盼望，滿有盼望咁樣咧。咁啊一直係努力落去，咁就到而家呢個時間。好，感謝主啊！不如我哋最後咧都有一個最後嘅禱告，結束我哋今日嘅分享。OK， 我哋一齊低頭禱告。天父上帝，感謝你俾我哋有一齊分享嘅時間。求天父咧俾同學咧有盼望嘅心，
亦都係繼續咧係喺唔同嘅挑戰裏面咧，繼續係認識你，都知道你係同我哋一齊同在。求天父咧叫我哋咧都係有呢一個嘅感受，亦都有一個咁樣嘅盼望喺我哋嘅生活裏面。求天父你一息間我哋又繼續上堂嘅時候，求天父你保守，求天父你繼續拖帶我哋。我哋不完全禱告，奉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咁我哋今日嘅宗教分享咧就嚟到呢度啦，將時間交翻俾主持人。好多謝兩位老師嘅分享，今日嘅早會就到呢度就結束啦，將時間交俾各班班主任，拜拜。